继续来看台中儿童艺术节，进前因为疫情办到一半临时喊停，即摆疫情降级，重新来演出。拍头阵的是台中木偶剧团，采网络实名制来订票。这个开放这一天，这个票就互订了咯。挡住！两个喜羊啊，对音乐的节奏来相拍，师傅的操作真活泼，敢若新鲜就伫眼前相拍，阁有轻松趣味的剧情，互观众看甲笑嗨嗨。民众真期待的剧场表演总算开始啊！很开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都没有出来看表演。真的是太久没有带小朋友出来参加活动了，开心出来疫情降级，台中儿童艺术节嘛重新开始。头一场演出就是台中茶红仔剧团来表演，票嘛真歹买，因为开放的头一天就互抢了了。很幸运抢到，因为它其实位置有用梅花座，这是锁定那个时间，然后马上按了才能够拿到这个精彩的剧团。台中儿童艺术节4月份登场，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过4个月总算会当重新开始。特别实施梅花座，入场的民众都是线上预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儿童艺术节呢也重新起跑，我们希望可以在线上，也可以在各个社区里面去进行巡演。文化局讲，头一场表演是室内空间，表演厅会使有428人，不过配合防疫开放268人，是用实名制，阁有梅花座。除了实体巡回表演，阁有线顶的表演。日本的活动嘛继续来进行，爱记得把防疫措施做好。